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请曾牧师。亲爱的耶稣兄弟姊妹平安。今仔日咱要分享甲共读的圣经，对咱的一生非常的宝贝。愿主伊的圣心，互咱听得清楚，也互咱会通伫即个圣经的内底来得到祝福。因为即内底咧讲的一个经句，圣经是陈牧师上爱，伊嘛几啊摆甲咱分享讲，耶和华的人子，逐早起换新。听候耶和华的人福气，因为上帝要伫伊的天庭使到上帝国的福音，互咱的生命得到帮助。咱当心用祈祷来听上帝的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聚集伫你下礼拜堂，这个所在是阮信仰的家庭，这个所在是上帝你天的门，是你圣殿的所在。是圣洁的，是上帝你临在施恩祝福的所在。阮作为主席，因为阮深深知影，逐早起阮亲近你，逐礼拜日阮敬拜你。阮要成做领受祝福的囝儿。愿主你对阮讲话，互阮伫人生中间会通伫危险的中间，通知影保护家己；伫做毋对的时阵，会晓得找回头行正确的路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帮助阮，互阮成做有智慧的基督徒，也互阮成做一个圣洁、清气、正直的基督徒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赐阮读上帝你活命的话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毋是圣经的话，但是圣经内底充满这种的福音。知莫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这是中国的一本古册，叫做《左传》。这本册伫伊的册内底2摆讲到这句话，虽然写的方法无同款，但是意思同款。知错是一种的智慧。能改是一种的能力，我甲解释讲，会通知影向代志是毋对，有判断，这叫做智慧。会通改变是一种的能力。真感动，今仔书会就给张老弟开始的时阵，用这句来做祈祷。伊讲这样代志，阮听知较简单，但是无容易。亲爱的姊妹，有的人因为忽略。也无人甲伊教讲安怎知错能改，因付足大的代价。这礼拜咱看到一个家庭5个人作为自杀，恁敢有看到迄个社会新闻？活命敢有比这个钱较凊彩吗？但是当人行无路的时，伊所选择的是什么？因为一个查某囝，伊去用骗去。后来，规家庭拢拖落去。这个查某囝想要家己解决，但是无能力通解决。知错毋是干那讲认罪，知错就是讲知影讲我即摆所拄着的代志是毋通阁向前行。伊知影适可而止，切断。但是人常常心理上有这种的能力，我要挽回我的感情，我要挽回我的投资。我要挽回我所失去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人常常是为着唔甘愿失落，所以凄惨连灵魂连生命得到尽。我说无意思，责备这5个人，唔是，真可怜。主啊，怜悯阮伫阮的一生中间，互阮常常是拄着危险的时阵，阮知影用适当的选择，这是一种的能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所有兄弟姊妹，互恁真侪有智慧的基督徒。今仔日牧师要讲2个信息：第一，天天更新的祝福；耶和华的仁爱，逐早起换新。圣经原文毋是安尼讲，圣经原文是讲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拢是新的活命。伊的人子因为放伫3章22节。
所以伫中文的翻译，巴克的牧师甲伊放做伙32章。因为伫这段圣经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牧师所处这段圣经讲，我倒头想，我翻头去想我所拄着，我看见耶和华的人来，我看见耶和华的救恩，我看见耶和华的信息，三项代志伫今仔日耶利米哀歌3章21节到26节，伊讲到耶和华的慈爱，耶和华的怜悯，耶和华的信息。伊讲我知影耶和华予我有一个天天更新的生命。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就是，逐早起拢有新奇的恩典，逐日拢有一个愿望来听候我。兄弟姊妹，这是第一个徛伫讲台来读圣经的牧师，为着咱的代祷，嘛深深期待上帝祝福咱，天天蒙受祝福。阿们嘛。第二，我要问兄弟姊妹，知错容易吗？能改容易吗？牧师甲恁讲几啊摆，我会听到我读到的话，伊讲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唔知影家己拄到什么问题。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唔知影家己有问题。恁同意吗？人常常是有限无知，所以人真侪时阵是唔知影伊家己已经拄到问题。连迄个火的坑吼，拢火坑啦，你嘛甲跳落去。你俩准讲这是一个快乐的，哦，就是夏天去游泳，对游泳池你就甲跳了。所以真侪人唔知影危险伫头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将伊的话讲互咱听。耶稣讲上帝国近啊，恁着悔改。知过能改的圣经内底有2个字，叫做重生悔改。悔改甲顶头生，无亲像左传。但是异曲同工，因对伫人类的中间有智慧的长辈，因才会通知影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个会通知影讲迄条路毋是祝福，适可而止，伫个红绿灯顶管就停起来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不简单的代志。但是主耶稣伊出来传福音，今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马太福音4章17节。是耶稣第一摆的讲道，无论是伫路加，无论是这段话4章17节，足清楚，这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阵第一摆的讲道，这就是伊的宣调。今仔日的金句就是伊的经文，就是伊的宣调。但是伊的内容是用以赛亚内底讲，送乡的人有福音，受了的要得到头棒，青眉要看见。颂扬人要福音临到因，因为今仔日我要传予恁上帝国禧年、上帝国祝福的时代要临到。耶稣说的传福音第一个讲道是讲这个天国的福音，对到伊定伫十字架顶端，伊永远要来讲上帝国的福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对耶稣伊的邀请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毋是讲做耶稣学生。咱受邀请是对，因为耶稣的性命，咱做天公仔囝。咱毋是讲咱受耶稣来邀请来听伊的讲道尔，因为耶稣的讲道最重要是邀请咱进天的上帝，做咱的阿爸爸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咱就得到主耶稣所赏赐咱，做上帝囝子。这种福分，伊讲这就是我的基业，这是我的产业，这就是我的老爸、我的祖、我的上帝所留予我属天的财产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讨一种的智慧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若毋是圣经的帮助，无人有智慧通知影讲，我即摆咧思考的代志是毋对的，我即摆看法是错误的。什么是咱知影做来摕来做判断的根据？基督徒判断对甲毋对，最重要根据2项。第一就是圣经，圣经所讲的若是毋对，伊的确就是毋对。第二，上帝的圣神，咱叫做良心，
上帝对咱的良心讲话，讲我的囝儿这样代志唔好，伊无道德，伊无品格，伊无伦理，伊对你无祝福。兄弟姐妹，这就是圣神的感动。但是真侪人有当时伫迄个瞬间，因为一时的刺激引诱，挡袂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甲我，偏讲阿罗世间无一个义人。你甲我，咱拢无资格，嘛无能力，知错必改。但是圣经讲，上帝听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伊。义人担当罪人的罪，互人因为救恩来得救。现在恁已经听过这个救恩啊，恁已经听过这种福音，恁嘛相信。所以今仔日爱奉主的名，斩断所有对恁的羁绊，无论你的想法，无论你的生活习惯，无论你心内迄个好歹的牵扯，人的人生就亲像一个张力啦。正手一个人甲咱扭，倒手一个人甲咱扭，但是咱唔知影要对什么人去。咱常常听人口讲，那伫梦中做梦恶梦。那有人甲你拖往光，你就爱对光去行；那有人甲你拖往暗，你唔通对迄个暗去行。你捌听过这种的经历无？所听的姊妹，无简单，听道理足简单，因为咱坐伫冷气房，又搁轻松，又搁爽快。总是咱听道理的目的，敢毋是就是为着要互咱的生命得到祝福甲改变，是吗？咱听道理，不是来参考讲今仔牧师讲的道理可用不可用。每一摆做礼拜，咱做组织的时阵，拢是恭敬神圣。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得到假施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赏赐咱智慧。圣经的话就是咱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圣经的话就是一种准则、准绳。上帝为什么要用这律例来要求咱？这就亲像一个碉堡。上帝用伊的话起一个真理的碉堡，把伊的囝儿放伫迄个碉堡、城堡的内底。为什么？因为迄个城堡就是一个保护，今仔生活伫迄个尊境内底的人，因无拄着魔鬼的攻击。这个世间有真侪攻击来自于无形。当你觉醒的时阵，常常拢已经袂赴，因为你已经将你的灵魂卖掉了。兄弟姊妹，我唔是指责咱，唔是，这个信仰足可贵，因为伊就是一种的生命、智慧甲能力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对你讲话，主嘛对天灵将伊的圣神，甲圣神背后的智慧的能力。赏赐予咱，或者伸出手，拍开心门，拍开耳孔，谦卑来听，顺服来听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予咱听。5月初我讲道中间，用圣经甲咱分享一个人要安怎反省家己。反省是一个进步的开始，知错也是一个成功的开始。一个科学家，伊咧做实验，伊咧找一条路，一定经过无数的尝试。恁知影吗？真侪代志拢要经过无限、无数处的这个实验，伊才找到一个真正确的配方，伊才找到一个真实真正确的一个程式，伊才成功达到一个伊要爱的目标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注意赏赐咱知错能改。拄则牧师介简单、真简单，甲咱讲，知错是一种智慧，会当悔改、顶头生是一种的能力。这种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，这种的能力拢不是人的能力。所以保罗才讲，靠着那加给我的。加给我力量的，不是咱会当改，
上帝若爱你改，兄弟姊妹，上帝一定会赏赐你圣神的帮助，你相信吗？上帝若感动你改，唔免惊，勇敢奉主耶稣的名，踏出你的改变的第一步。真侪人拢是停留伫惊改变，惊有无民主，惊有人知影我做唔对代志，连去报警察都唔敢去报。警察是咧保护你，警察是咧挽回你失去的。但是迄人甲你讲，你都唔通去报警，报警啊哪？就安怎，是要听对的，还是听唔对？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帮助咱听着主耶稣基督的话。这篇的讲道，耶稣的宣调讲：恁着反悔，反悔就是知过能改。耶稣讲：人若无点头生，就袂通进入上帝的国。基督徒若无改变，你进入教会进前是安尼，今仔日嘛是安尼，将来嘛要安尼，安尼唔免来，因为这个基督教定义与你无关。咱进入上帝是阮做前。咱徛伫十字架顶悬，就算做无听到牧师的讲道，上帝圣神伫这个圣殿内，伊嘛对你的心来讲话。我相信这个礼拜堂是有这种的祝福的礼拜堂，不是因为教有牧师的讲道互恁听，是因为教有这个上帝，伊就是这个话的起头，伊嘛是这个话的结束。牧师有退休的时间，但是上帝无退休的时间。阿姐，咱唔是对牧师，咱嘛唔是选择一个气氛较好的教会，唔是，咱是选择要对上帝行人生的路。原来伫今仔日的圣经的内底，咱得到帮助，这是一个祝福。和本中文的圣经翻译较接近圣经原文的排列啊。其实圣经起头没有分章节。所以也没有所谓讲伊囥头囥尾是对甲唔对，因为3章的第23节，伊咧讲起上帝仁慈、上帝怜悯，甲上帝信息，然后伊讲逐早起拢是新的，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每一天都充满了新奇，我的生命每一天都充满了上帝的预备。呀，这你爱吗？你若爱，你逐日透早天开目睭，会记你做一个习惯。上帝早安。你讲无事做好笑呢？你开口我安尼祈祷。兄弟姊妹，逐早起你天开你的目睭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有你真好。新的一天开始，耶稣早安。兄弟姊妹，这不是真幼稚，这是时时刻刻如何你感受上帝甲你三甲伫地。呀，这爱嘛？养成这种的习惯，这不是好笑的幼稚的那个宗教行为，不是。这是一个真深沉，是一个真美丽、真甘甜的，在你的生命中间的习惯。逐早起天光，耶稣早安，上帝有你真好。你记得今仔日的圣经跟咱讲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也意思就是我的生命天天更新。逐日当大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搁落去这句话讲啥物？上帝你的信息极大无比。上帝你的信息极大无比。信息这个字，圣经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阿门。圣经信息这个字，伊的字根就是阿门啦。你心所求，嘴所讨，你心来甲上帝讲阿门。阿门就是信心。阿门，搁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实实在在，伊的字根就是 amet， 阿门的字根就是 amet， 伊的意思就是真理，是真的。愿天父上帝伫伊的圣殿内，伫4000年前所讲的话，2000年前所讲的话，今仔日又搁讲互咱听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天天更新的生命。天天蒙恩的生命，阿们吗？安歇在上帝的国度。耶稣讲天国近啊，恁就悔改，意思就是入来上帝的厝，
是摆上帝伊保守伊的国度伫迄个内底。所以耶稣才讲，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。对迄个阵开始，你就是上帝的权柄，伫上帝的意志，伫上帝的能力，你就要享受互上帝抱咧过人生迄种的滋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圣经，咱静静放伫你的心内，你听，你个定心读，然后放伫你的心内，你想，最后你对上帝的话讲阿门。你对上帝的话讲阿门。当你对上帝的话讲阿门的时候，兄弟姊妹，就一项奇妙的代志，要伫你的人生中间，就是上帝的话要加做力量伫你的心内。你相信吗？知影听道理，拢知啦，对遮听对遮出哩。古早人讲马耳东风，马逆东风啦。有偌侪基督徒一生听遐尼侪摆的讲道。但是将来捌听到一摆为着伊的习惯改变的真理的声吗？无可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拄则已经有甲咱讲，这是结论嘛是起头。两个祝福：第一，天天更新；逐日换新的稳定，逐日换新的人主，逐日换新的救恩，逐日换新的生命。第一，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。为着你每一天祈祷，天天更新。第二，你甲上帝祷告，主啊帮助我。你若爱我改变，你就互我讨棒，你就互我快乐，你就互我享受改变的快乐。改变是为着要互咱快乐，改变是要为着互咱有幸福，改变是要互咱活伫从新的愿望、新的本质、甲新的画面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若无咱找上帝要创啥？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今仔圣经对咱讲什么呢？耶利米哀歌第1节3章21节第1节，伊安尼讲：耶利米伊讲，我若受着上帝，我就有愿望。第5节25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追求伊，我若想着伊，我若找伊。我就得到稳定甲愿望。也即牧师甲伊切头切尾，就亲像你去菜店遐无爱的买份的肉骨，你讲拜托你甲我剁掉，迄我无爱，吼啊我留好份的。当然圣经每一句拢袂使分好甲歹份啦。但是为着要互咱能掠到即个圣经内底重点，牧师就出即个马可笔记，甲伊做彩绘，互恁知影讲。当我若追求上帝，我就有愿望。兄弟姊妹，除了伊以外，无人会当将真正永不失落的盼望放伫你的人生。特别是伫你走投无路，伫咱走投无路，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永远无拄着走投无路。啊，恁无紧讲阿门。兄弟姊妹。主耶稣就是以马五路上以马内利的耶稣。主要陪伴咱，互咱永远无拄着走投无路。咱若想着伊就有愿望，咱若追求伊就得到帮助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的怜悯，互咱知影，伊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，绝对不要放弃。Never ever be afraid， 这是约翰保禄二世伊所写的诗的内底一句我最爱的话：永远不要害怕失去盼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伊是怜悯咱的上帝，伊也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真理的上帝，伊是阿们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三项礼物放伫恁的手中，放伫恁的人生。上帝人主，上帝怜悯，上帝信实，啊！这三句话，就亲像信望爱，有足济宝贝的解说。你若敢若听，你就总欢喜；但是你若深深去想，你就知影讲迄内底的宝贝。保罗讲起信望爱三项，大家人拢要背，但是有人有几个基督徒真正用心深深去想，讲什么叫做信？
什么叫恶梦？什么叫做真爱？耶利米伫伊的哀歌中间讲：“我的上帝是真主的上帝。”圣经的原文叫做黑色，黑色的意思是啥？伫我甲你约定中间，我甲你准备的祝福。这个人主的意思是安尼：你徛伫我的面前，我徛伫你的头前，我甲你立约，永远的约是平安的约。你有看旧约圣经，你安尼写，你会记吗？伊伫立约的中间所讲所有的应允，迄叫做人主。圣经原文的意思是安尼。那黑色的跟落去叫做怜悯 ，raham 的这个字也字根叫做妈妈的主公啦。伊的意思，上帝要用老母的疼来疼咱，兄弟姊妹有水无？怜悯就是这个意思。囡仔定伫外面出外，拄着学校倒来，伫外面咱甲人佚佗时，叫人欺负，靠倒来了，第一个找啥物人？阿母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帝里面就是老母的疼。无论你是安怎，伊永远是你的宝贝，你永远是伊的宝贝。无论我安怎会糊涂、放荡、毁累，咱永远是上帝的子。但是兄弟姊妹唔通滥用这种恩典。因为每一次咱滥用上帝的救恩，就是亲像搁一摆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，耶稣犹原肯为你钉十字架，因为伊肯下面你70个7摆。但兄弟姊妹，你敢认得搁一摆甲耶稣钉十字架吗？这是一个真严肃的态度。咱既然领受耶稣了，咱甲耶稣讲一摆就够啊！主耶稣，我知影，鼻孔压了无一个义人。律法会当互人栽罪，但是律法无法度互人下边的救恩。独独主耶稣义人为着咱死，咱才因为安尼，通称做上帝的义。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这圣经放伫你的心内，陪伴你三个礼物。上帝仁慈，上帝怜悯，上帝信实，信实拄则无数解说，伊的名叫做 Emuna 这个字，伊的字音的字根哦，原本的意思拄则无数讲到两项代志，第一就是真理，第二就是阿门。甲咱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主耶稣甲咱祈祷讲：恁就奉我的名求，阿门。恁就奉我的名求。天顶的上帝，天父上帝，就要为你成就，就要拆开圣神，就要为着恁陪伴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开这很简单，是对上帝就是这很简单，但是对人无简单。都来到伫起头书会的祈祷讲，知错能改。简单，但是又不简单，对不？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你圣神的开力，互你改变迄个无可能改变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人心已定，上帝歹势无参详的余地。兄弟，上帝嘛会当接纳你无参详的决定。上帝嘛会当接受你无参详的决定，但是损失的是啥物人？兄弟，想好，想好，上帝嘛愿意接受咱无参详的意愿。圣经叫做滥用自由意志，即起头创世纪内底所讲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帮助，今仔日有两项信息：第一，天天更新的祝福，阿门。甲咱甲上帝通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知影怎样改变我家己。逐工愿上帝赏赐恁奇妙的生活，享受恁的工作，享受恁的家庭生活，也享受你存在的每一次的呼吸。兄弟姊妹，有的人要呼吸是一项神迹啦。你捌看过迄种人无？伫病院的慢性病房
还是呼吸道照护的特别病房内底，有偌尼侪人要喘一口气，拢是足辛苦。需要有一台机器伫伊的身边，将迄个氧气塞入去伫伊的肺部内底，天天呼吸那个新鲜的上帝的话气，上帝的圣神，享受上帝为着咱生命中间所备办的。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恁，伫恁的生命中间奇妙无比，好的无比，快乐无比，圣洁无比，得胜到坚持永远做得胜的基督徒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不是咱做会到，但圣经讲，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兄弟姊妹，你有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无论你叫做阿猫阿狗，无论你姓曾姓旦，兄弟姊妹，咱有一个新的名，叫做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名是你手上名片最重要的，咱来叫做言语，叫做 title。人伫社会交际应酬，见面初见面，一定先提出来。我是什么公司的头家，我是什么公司的经理，先提一个名片，有一个 title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有一个 title， 伊的名叫做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这不是一个叮当的邀请，不是，这是一个真大的互相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将伊的名放在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享受伊。不是干那听牧师大细声、做严肃所讲的，这是圣经的解说，不是。愿上帝将伊的话变作真温柔的 Raham， 拄则牧师甲恁讲里面迄个 Raham。是老母的主强，互咱得到休困，互咱得到温暖，互咱得到供应，互咱得到帮助。每一天过新的生活，愿天父上帝将这话足清楚放伫恁的意志，放伫咱的心思意念内底。咱甲上帝讲，我每一天都要新的一天，求天父上帝甲我上下地的。有新的喜乐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你每一天认真来活出美好每一天。兄弟姊妹，你免问偌久以后将来的代志，你先为着你明仔载要发生的代志，甲今仔日好好做准备，好好活下去。你只要把每一天活得健康，活得好，你就是已经迈向幸福的开始。信不信？主帮助咱，愿咱伫伊面前，耶稣讲，要重生，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上帝要将伊的圣心甲伊所享受天国放伫你的内心。兄弟姊妹，愿这个国临到，伫你的心，亲像伫天里。阿们嘛。愿上帝国进入你的心内。就亲像伫天堂同款，这是一个极大无比的祝福。愿咱看见上帝，做上帝的子子，甲得到天国的幸福。这是耶稣伫伊的八福中间讲的三项真要紧的重点。伊讲：你若安怎，你就要做上帝的囝；你若安怎，你就要看见上帝；你若安怎，恁就要安怎。上帝国就是恁的。天父上帝，阮也袂安怎，阮就已经是你的囝子啊！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有智慧甲能力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请做一个当大人。上帝若种稻啊，伊往望稻啊结穗，敢毋是安尼？做世人若种葱啊，伊往望葱啊会当青翠。会当抽长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活伫这个世间，咱敢无期待讲，我的生命是一个当活出来水来，互人看到，
活出真正的美丽，活出真正的美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有真多人无愿意改变，有几个原因，我唔知影安尼有够无？愚蠢，因为伊唔知影讲安尼做是足见效的代志。骄傲，伊永远唔承认讲伊即摆选择是有瑕疵的选择。第三，行了有无民主，当然行更较侪会失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唔是牧师做定义、做决定，讲什么是对甲唔对，唔是。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荣耀肯互咱。悔改就是讲，人伫伊的内心深处真正顿悟，全然的愿意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悔改是这个意思。人的内心忽然切一个，伊感觉讲我糊涂一世人啊，我甘要阁继续行落去吗？圣经内底有一个人，伊讲：伫我老爸家敢是有产业，我开伫这个所在咧饲猪食喷，我应该爱倒去我的厝，甲我的爸爸讲：爸啊，赦免我无资格做你的囝子。但是，互我做你的奴才，做你的长工就好。你会记迄个故事吗？爸啊，我得罪你，我未堪你做你的囝子。但是，这个故事耶稣是咧甲咱讲，咱的天父上帝，伊要伸出伊的手，甲咱讲：戆囝，倒来就好。你敢唔知我所有一切拢是你的吗？兄弟姊妹。求主怜悯帮助咱，心里面忽然有一种很清楚的声音跟你讲，那个的顿悟、领悟，全然的跟神说：我要倒来，我要回家，因为这个社会不是我的家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智慧不是一种的知识，智慧是一种会当做正确的判断。对甲唔对，智慧是一个一看，就知影有利益无利益，对甲唔对。而且智慧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反手伫你家己的头记得讲：主，我是一个智商只有80的人。主啊，我是一个智商是150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无论是智商80甲150，拢会做唔对代志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好好为着你家己的心思意念祷告。主，求你将智慧放伫我的内心，将你的圣心放伫我的内心。因为圣经讲，耶和华的灵若踮伫迄内底，迄内底就要有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知识，跟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愿咱伫每一个礼拜拢咧复习上帝的话。唔通讲牧师这个讲道你5月讲过，牧师这个讲道你3年前讲过。有的人来教会拢咧算讲牧师这篇讲道你讲过几摆啊？我甲恁保证，我逐摆若摕到讲类似的题目，拢无共款的，不会一样的。因为逐摆迄个菜毋是汤过摕出来烹互恁食，毋是。上帝话是真困难，听一摆你就会了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话毋是听一摆。你就会了解，伊是天天更新。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有能力，能力伫伊意志，能力伫你的行动。敢若能力听到你的想法无够，能力就是讲，互你会勇敢行起来，勇敢徛起来，勇敢做一个选择去改变，而且持续养成一个圣洁、清气、荣耀、尊贵的生活的习惯。求偏偏上帝帮助咱，唔是出自圣经内底伦理的要求，是出自我将来要代表上帝，活伫这个世间，互人看到我的时，就讲：哦，原来他们这群人就是上帝的查某囝，就是上帝的囝子。求主祝福德能教会每一个会友，求主祝福每一个所听的姊妹，愿恁伫上帝荣耀内底，互人认捌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靠着上帝，无有人会当靠家己，
今仔日的道理一开始，师会长老就已经讲，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做起来足困难。兄弟姊妹，我甲恁同款，这道理捌拢知，从细汉就知啊，兄弟。但是习惯的改变简单吗？习惯的改变很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可以。这个能力是圣神，这个能力是圣经。所以圣经为什么叫做真理？就是因为伊不是一个知识。这个圣经叫做真理，就是因为伊若互人听、接受的人，伊就有能力。什么所在有真理，什么所在就得自由透放。兄弟姊妹，唔免惊。上帝若感动你，上帝若要求你，上帝就给你力量，给你能力，给你智慧改变。有一句话，我袂记咧记伫什么所在，我有写起来，但是今仔日伫讲台顶我真袂记。伊讲人若无规矩，就无法度成方圆。啊，不以规矩难成方圆。一个基督徒若无上帝话做你的规矩准则，脚前的顶路就会光。你的我无法度成为方圆，意思就是你就没有办法成为上帝所创造原来的你。方圆会当代表讲，上帝起头创造你量身定做，设定你，伊要爱你做圆，你就是圆；伊爱你做扁，你就是扁。所以，你姊妹，上帝的话就是规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真理。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咱讨的是，爱常常为你的心祈祷。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。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。今仔日，咱要领圣餐，那已经洗礼领圣餐的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圣礼殿中间，你捧这个杯的时阵，你感谢主耶稣。主耶稣这个杯就是新约。是你的血所设立的，主耶稣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你的血所设立的。所以你的血一挂心，就会循环在我全身的所有的气息的内底，伫我的情绪，伫我的欲望，伫我的意念。所以你的部分呢，就我的心，我的生命就活泼健康。咱用这种的祈祷来准备领圣餐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伫伊的面前知错能改，知影对，知影唔对，而且有改变的意愿，有改变的能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你的正经儿查某囝，凡做自执，伫老爸的家，伫圣殿内。所以，阮恭敬抬头仰望你，阮出声甲你求讲：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，阿爸天父。阮所无讲出来内心的吐气，阿爸天父，阮无讲，你拢知。阮相信，阮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